你拉我上来干嘛？不然呢？准备跟你哥尬到底是吗？他那样一个人能够拉下身段来跟你道歉，有多不容易？你是看不出来他有多紧张吗？所以呢？我就该感激涕零是吗？难道人不应该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吗？是，他是做错了。那么你呢？这些年你所了解的真相，又占事实的多少啊？什么意思？我问你啊，那年。我是个混蛋，我不配做他弟弟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不，我就是一个不识好歹的混账，只顾着自己的那一点私心，完全不在乎别人在背后付出了多少。我还让他道歉，该道歉的是我好吗？我还有脸在他面前发火，就为了我那一柜子的二次元收藏。一柜子啊？那你还是生一下气吧，很多收藏品用钱都买不到，更别说珍藏版。是啊，可他凑齐了。啊？
说的好像你大我很多似的。想死吗，臭小子？在我面前有2个字不准提，一个 J 开头，一个 L 开头。再说类似发音试试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叫你姐的。陆清武，干嘛？你那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，跟我换一下。滚！果然是小朋友。